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 啊。最近我都收到唔少老闆查詢咧，就叫我想介紹翻啲洋房筍盤喎。而佢哋咧嘅要求就係話要係低密度啦、高私隱同埋環境咧係要非常之清靜嘅。所以咧，我今日就嚟到咗呢一個位於赤柱頭苑嘅 Solace， 佢而家6座洋房已經成交咗4座，而其中一洋房 B 仲係帶埋呢個全屋嘅豪華裝修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一齊入去開箱呢一個洋房 B 好。咁有啲客戶咧，如果佢本身唔需要特別大嘅一個 house 嘅話，其實好似呢一類2000人尺嘅 house 咧，都係相當之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。而呢個項目咧，佢都係請嚟咗呢個英國嘅著名設計團隊啦 ，Studio PDD 去打造翻成個室內嘅一個裝修嘅。你會發現咧，佢呢度用咗好多嘅大自然嘅色調啦，譬如好似呢一個木製嘅材質，主要用翻呢個淺色嘅裝修風格，成個屋企嘅感覺咧就係簡約得嚟又不失大氣嘅。但係設計師好巧妙咁樣將呢一個廚房同埋客廳嘅範圍係打通，咁所以咧喺客廳嗰度就可以望到成個廚房嘅空間啦。另外再加上呢一個咧玻璃敞門嘅一個設計，將佢全部打開咗之後，可以將室內嘅空間延伸到室外，而室外咧亦都係一個專屬嘅私家花園嘅範圍，成個面積差唔多係有900尺，咁就已經做好咗呢一個去水位同埋燒烤爐俾你噶啦，咁就可以喺呢度搞翻個 barbecue party 啦，享受翻一個咧假日嘅時光。在呢一個位置仲預留咗一個空間，可以俾你擺翻一個特大嘅電視熒幕。而呢一度咧個樓底高度都有4.35米，咁所以空間都相當之寬敞啦。去到飯廳嘅範圍咧都可以放到一個坐得8人嘅大圓台喎。呢間非常之中意嘅佢呢個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包括入到嚟有呢個紅酒櫃啦，亦都有呢個雙門嘅大雪櫃。去到呢邊咧都會做翻一個微波煮食爐，而下面咧就係有充足嘅呢個收納空間，到一邊備餐一邊咧欣賞翻出邊呢個私家花園綠油油嘅美景啦。就會用翻一個內置樓梯上去1樓同埋2樓生活空間。佢嘅樓梯通道咧都會做翻呢個全樓嘅玻璃窗，去提升翻屋內嘅一個採光同埋通風度。而其他洋房最主要就係2樓先至會係主人嘅生活空間，但呢一度咧1樓就已經係主人嘅生活空間啦。咁首先嚟到咗佢呢個家庭廳嘅範圍啦，入到嚟1樓嘅呢個主人嘅套房。入到嚟呢一個私家嘅平台範圍，地面都鋪咗一個好有質感嘅石仔啦，咁樣咧就可以隨時喺房間入邊咧出嚟呢度呼吸下新鮮空氣，同埋咧享受翻呢一個俾陽光照射嘅一個溫暖嘅感覺。呢度嘅生活夠晒寧靜同埋低密度，係非常之適合重視私隱度嘅老闆嘅。入到嚟呢一個範圍咧，真係充滿住呢個意外驚喜啦！做咗成排嘅呢一個複合式嘅衣櫃。入到嚟呢一邊咧，仲會有呢一個專門係放翻啲名錶同埋首飾嘅一個收納櫃啦。主人嘅獨立衛生間當然係豪宅嘅標配啦，做翻一個嘅鵝蛋型浴缸，有獨立嘅淋浴空間啦。去到呢一邊咧，都會有個2面洗手台，上面都有一個收納空間做翻俾大家啦。至於座廁咧，就會喺翻呢一度，而都係大家最中意嘅光廁嘅設計啦。咁喺呢一層咧，就會有3個房間，其中2個係套房啦，同埋我而家位於左手邊嘅呢個客廁。我哋而家一齊入去參觀下。咁嚟到呢一度咧，就係一個書房嘅範圍，咁你可以方便翻家庭成員去到咧做下嘢啊、讀下書啊，享受翻個 enjoyment time 嘅。嚟到咗第2間嘅呢個套房，點解做咗2面嘅呢個到頂嘅衣櫃？呢一個嘅套房嘅衛生間都有啲特別之處喎，就係佢咧唔係創翻一般嘅鵝蛋型浴缸，好有日式風情嘅一個浴缸。咁大家可以去到你睇翻個 SPA。而嚟到咗2樓嘅主人套房，就用翻一個好清新嘅綠色，入面都係做咗2面嘅呢一個落地玻璃窗，就簡單咁樣做咗個淋浴空間啦，同埋呢個座廁乾濕分離。咁上面咧都會做翻一個一扇窗，係大家最中意嘅光池。而 Solace 呢個項目最特別地方咧，就係老闆賣咗呢個洋房之後，同時擁有埋佢呢一度嘅地皮，呢一度你係可以用公司嘅名義去轉讓嘅，可以保護到你嘅私隱之餘咧，亦都可以慳翻呢個印花稅。呢一度係位於赤柱嘅頭段啦，可以去到赤柱嘅市集同埋赤柱廣場。咁嗰邊咧，基本上嘅衣食住行都可以幫你解決到嘅。之後位於18小學校網同埋呢個南區嘅中學校網，附近咧就有多所嘅國際名校係俾大家去選擇翻嘅喎。咁每一棟洋房咧都會有翻一個自己獨立車庫嘅範圍啦。大家跟阿 K 參觀完呢個 Solace 嘅 B 號洋房，係咪都覺得呢度好心動咧？阿 K 最中意就係呢度環境夠晒清幽，私隱度夠晒高。另外咧，如果有啲老闆係想用翻呢個高級會所嘅配套，其實附近咧都會有呢個港島南區嘅高爾夫球會啦、深灣遊艇會同埋呢個數一數二嘅鄉村俱樂部，入邊都可以滿足翻一家大細平日嘅一個休閒同埋運動嘅需求。而家成個項目嘅6座洋房係得翻仲有2座係仲未出售，
一個係豪裝，另一個就係清水。而家香港樓市已經位於呢個初升階段啦，同埋洋房嘅筍盤咧真係買少見少。如果你想獲取關於呢個樓盤嘅詳細資訊，可以睇翻我主頁度就揾到我嘅微信 ID 噶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影片嘅話咧，記得點讚、關注同埋分享俾你嘅親朋好友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